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这是卡神杨惠如，互人逼消息，讲伊饲网军，互检察官起诉。国民党台北市议会下早特别召开记者会，搁再进一步逼消息，讲杨惠如牵涉到利用办体活动，要求政府机关也有国营单位来补助。咱来看拄则上新的画面。这位卡神连跟台北市政府要个补助，刚刚公文里面就显示。 还要付本付资给5个谢系的议员，这么刚好，哪5个谢系议员是干什么？用他名字干什么？恐吓台北市政府吗？拿谢系当靠山吗？奇怪了，现在出了事，谢长廷你切割得很快啊，可是呢，你们杨惠如在申请补助，可没去切割你谢长廷谢系啊，他的市议员列个5个市议员都是你谢系的、啊。 那你要不要出来告诉我，为什么杨惠如打着这个所谓谢系议员跑来跟政府来要补助，跟你的关系是什么？那不要讲谢系的议员，跟中央的部分，管碧玲自己都承认了，帮杨惠如中油要了多少钱？管碧玲出来讲话，你跟卡神什么关系？所以出了事再来切割，会不会太晚了一点？请问你？ 为什么杨惠如这一路上可以拿到这么多的政府补助，拿到这么多的政府预算，还有包括我们还没看到政府预算，这些金流要不要查一查？这就是跟大家讲，今天靠山靠海、靠父靠母，不如靠民进党党政啊，不如靠谢长廷啊，靠谢长廷最威啦。这是第2个事情。第3个，我会告诉你。 若不是没有靠山，哪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项目？好，我们这边就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根据这个我们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国际运动赛事的经费分摊原则及作业程序，大家仔细看一下哦，哈，里面的分摊项目非常清楚的有列举哦。 膳食、误餐费、住宿费、交通及运费、裁判费、工作人员费、随队翻译费、场地布置费、行销宣传费、印刷费、保险费、场地租金等相关使用费。好，问大家，你知道吗？今天在意史公司，好，它的整个活动的承办过程当中，它透过宝汉的这个平台。 开设的这个所谓的发票，再拿去跟今天政府来去申请补助的一张发票，我告诉大家，非常好棒棒的发票，一张发票就1000万啦，一张发票就1000万啦，里面只有一句话 ，WTA 活动规划执行9个字，1个字100万啦，我们看得到你里面到底执行了什么东西？ 活动30费在哪里？啊？今天我们刚刚讲体育局的所有的规定里面的那些项目在哪里？我们看不到啊。请问这合理吗？我不敢讲不合法哦，我只问这合理吗？今天台北市政府体育局里面的规定就已经列举了分摊的项目，可是今天他1个字就100万呢，好神呐、真的是神呐、除了说他是神以外，我也没别的形容词。 哪一个在座的神，你有本事1个字去跟政府要100万，要给我看看，我也叫你神。所以今天夸张离谱就是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还是那句话，有多少奶水就有多少网军。今天民进党现在在总切割，但是用国家资源、政府标案去养一个亲近民进党的杨惠如。 是昭昭然的事实。你用国家资源，如果用国家资源去粉饰你的政绩，这叫做不应该；如果用国家资源要打击你的政敌，这叫做很恶劣。但你用国家资源去霸凌文官，害得出一条人命，这叫做没人性。今天已经是弄到天怒人怨的时候，民进党非常厉害，一句话，卡神跟他没关系。 林非凡，你卡神跟你民进党没关系，你跟我解释那些公文里面的东西，你跟我解释为什么卡神要那么多的标案，你跟我解释为什么民进党立委去帮他要补助，你跟我解释
为什么今天卡神在上面要去护航谢长廷，来害死一个外交文官？谢长廷是不是民进党的？说得出这些话，现在来做切割，会不会太晚了一点？谢谢。